偷羊賊！你，讓你偷羊，不讓你偷，不讓你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哎，啊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伤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孩子，不怕，好孩子，不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貴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，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为了向秦国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劫的东西可以还给你们，但是我儿郎们总不能白跑，辛苦钱总是要给的。别誤会啊，我不要珠宝，我只要粮食。本来我打算把那些珠宝和丝绸锦緞送到赵国邯郸去，换些粮食。粮食可不一般呢，要粮食需大王恩准，那得看义渠王拿出什么像樣的東西來，能讓我們大王恩准給你糧食。如果秦人真心與我交好，我可以答應你們，10年之內，我義渠絕不再與秦國為敵。就這一句？你還想怎樣？我義渠人說話算話，絕不反悔。善。王後的妹妹呢？那個別想啊，那個女人，我要自己留着當王妃。這就是義渠王的不對了，我們專程為他而來，你這樣做太不夠朋友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我張儀初擔大任，沒想到連王后交代我這點差事都沒辦成，真是慚愧呀。算了，既然你們執意要將楚國的公主留下，那我們方才的交易就一拍兩散。我這就回去，您就只當我沒來過。至於今年義渠部族的百姓過不了春天，又或是令王叔求到我們秦王幫他奪回王位，這一切跟我張儀都無關。哎，庸子，咱們喝了這杯奶茶就告辭了吧。
不行，那個女人是我的，我要留下来。老吳，這個事兒你別管。雍公子，咱們不急，我看他們已經动心了。老吴，哎呀，雍公子，我看我们就3000车，换那個女人。 500車已經是極限，沒有1000車，本王不換。漫天要價就地還錢，如果大王不想換，根本連這個價都不會出。800車不能再少了，600車不能再多，豈有此理！600車都不夠我們熬到初夏的，怎麼熬不到呢？600車糧食再宰殺些牛羊，不就熬到了嗎？宰殺牛羊，那明年我們吃什麼？ 義渠王與其把精力放在明年的牛羊身上，莫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義渠部族男女老幼已經餓空了的肚子上。殺了你！殺了我，今年義渠得死1半人，至少。你以為我們義渠人只得跟你們秦人做交易嗎？我什麼都沒以為，我只是想提醒義渠王，這是眼下成本最低、最划算的生意。如果你眼下跟趙人合作，賣掉你那些搶來的東西。 且不說路途遙遠，光糧食在路上就要耗掉1半，更何況秦楚聯姻，天下皆知。你搶來的那些東西在書簡上都有清單，我看誰敢冒着得罪秦楚2國的危險，收購你那些贓物，那可都是秦王後的嫁妝啊！600車，成，600車就600車。雍公子，大王英明啊！你餓嗎？這裡有熱湯，還有烤餅。慢點吃，別噎着了。 喝口湯吧。月公主，你們秦國的人來了，要帶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別怕。他不會傷害你的。